最近坤哥突發奇想，問我開返間成人體驗館，將嗰啲硅膠公仔娃娃出租俾啲客戶去草菅人、草菅娃命，有冇搞頭？佢話好多中佬咧都同佢一樣唔得噶啦。我問點解唔得嘅？係咪因為年紀大啊？佢話係噶，因為老婆年紀大。雖然中佬們結婚之後都檢點咗好多噶啦，當然都仲係沉痛悼念東莞掃黃15週年啦。而家尋找愛情嘅途徑咧都已經過於健康，成日同足部按摩啊、腰部理療有關。但係畢竟咧都係真人，為情所困15日嘅風險都仲係唔低嘅。最近天河越秀就掃咗一批日結彩禮嘅水療館，有過消費記錄嗰啲好人好姐咧，基本上都5到15日不等噶啦。所以佢覺得成體館呢個行業有一種應運而生、時代在召喚嘅感覺，想知道有冇觸犯刑法嘅風險。我想講呢期視頻無任何不良嘅引導，純粹從刑法角度討論下呢一種體驗館嘅法律風險，希望審核高抬貴手啊！試下一個一個罪名嚟拆解。首先係傳播人為物品罪，娃娃唔屬於人為物品。如果算嘅話呢，首先俾人拉嘅就係嗰啲網店銷售娃娃嘅上游商家，你根本就冇辦法從正規嘅網購平台購買到娃娃先啦。其次，相當多人認為娃娃本質上係一種醫療器械，就好似好多人問點解足療仲未納入醫保報銷咁啊。原國家食藥監管理局曾經喺03年出台過一份關於仿真式性輔助器具唔屬於醫療器械管理嘅通知。我暫時仲未揾到其他對於娃娃性質定性嘅文件。對於娃娃如何定性同埋管理呢，我覺得係存在監管空白嘅，所以開成體館難以認定傳播人為物品罪。其次係組織賣淫罪，刑法規定要求組織嘅對象係他人，包括婦女同埋男性。公仔連人都唔係，而且你放個娃娃喺房裡面關埋門，話唔定人哋釋放壓力嘅方式係中佢一鑊金嘅，連下床上拳擊唔得㗎。第三就係非法經營罪，我現階段暫時未揾到法律法規對於成體館嘅出租行為係點樣歸類嘅，又或者有要求到准入門檻同特許經營許可。最後，假如坤哥揾埋阿芝同阿 jo 對阿娃娃一齊多人運動，有冇聚眾風險啊？首先人數雖然夠啦，但係畢竟娃娃唔係人。其實我覺得坤哥都唔係人，咁嘅事都做得出，咁都要揾人一齊 A 錢。但係坤哥依然係擁有民事權利能力嘅自然人。只要坤哥同阿芝阿 jo 之間冇發生直接嘅性行為，咁就只能夠認定係3個獨立嘅搭飛機行為喺同一個物理空間之間發生，難以並存評價。如果娃娃識講嘢呢，你哋咁樣嘅行為藝術實報警拉你哋啦。所以刑事風險我覺得暫時呢係可以基本排除嘅，但係其他風險咩行政風險啊、衛生消防啊嗰啲都有㗎。尤其清潔成本比較高，咁重搬嚟搬去，仲要消好毒、沖乾淨、擎乾水，好攰㗎。嗱，我點解會知呢？係阿坤哥自己去外省探店話我知嘅。坤哥話：哇，真係正啊！可以揀唔同類型，劉亦菲又得，張飛都得，甚至揀個男人都冇問題，一次過滿足晒你多個願望，又唔會告你老強，又可以分享唔算最終，一娃傳3代，人走娃還在，唔想要啦，仲可以用國寶娃娃啊、鄉議舊換新60期免息分期。當然啦，我真係同大家拆解刑事風險嘅啫，經營嘅商業風險呢，我就冇資格同大家講啦。投資需謹慎啊嚇！關注我係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